香港至今还是狗。由雙非孕婦到有香港人不滿名店以內地客為尊，再加上兩地人因文化差異喺網上互罵，中港矛盾顯得日益尖鋭。無從大土像異形，懷人入境卻未停，無人能阻止他搶獲身份證。作為內地人，廣州資深傳媒人陳陽喺網絡上公開呼籲停止一切地域攻擊。佢認為文字武鬥係一個不祥之兆，認為族群分裂嘅公開化同埋非理性化係災難。陳陽喺廣東曾經主持多個電台電視節目，佢主持過嘅《新聞日日睇》電視節目更係深受觀眾歡迎。因為佢曾經喺中學教書，所以大家都叫佢做陳 Sir。香港內地啊，要和而不同。作為一位內地人，佢認為中港矛盾係咪難以化解呢？反對自駕遊。究竟呢啲以地域為話題展開嘅攻擊，點解會越嚟越尖酸刻薄呢？係咯，其實我都好唔明白點解咧，即係兩地嗰個話題啊，即係突然間咧就會發酵起嚟，然後咧突然間就會鬧起嚟，跟住咧就會大家講嘢咧越嚟越尖酸刻薄。本來咧即係兩地嘅人咧根本上就係親親戚戚，得得戚戚，咁咪好咯。所以今日咧非常之開心，有機會參加呢個節目叫做《放馬過嚟》。今晚放馬過來，嘉賓主持廣州新聞評論名嘴陳陽。咁我哋今日嘅呢個話題咧就講嘅咧就係中港之間嘅矛盾咁樣，到底呢一個矛盾咧有冇辦法去化解？好啦，咁啊我唔講咁多，咁啊有請我哋今日嘅節目嘉賓第一位陳雲博士。係陳博士。鐘兄。啊，咁你覺得有冇得化解？化解 ？Yes or no？Yes or no？化解梗係可以化解啦。可以化解。OK， 請坐。衝突。陣間我哋先聽佢講好唔好啊？好，咁啊，第二位嘉賓啊，呢個黃世澤先生，時事評論員，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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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覺得有冇得化解？好睇中國人自己嘅反省能力。好，俾啲掌聲俾佢嚇。好啦，咁啊，同兩位嘉賓咧介紹一下啊，咁啊呢一邊咧就係正方啊，咁啊呢個陣營，咁啊佢哋咧就係樂觀主義者，認為咧即係中港兩地嘅呢個矛盾衝突點鬧都好，但係咧最終咧都係可以得到解決嘅。咁佢哋嘅人數咧就係16人。咁啊呢個反方嘅陣營咧就係13人，佢哋係有充足嘅理由認為咧呢個中港兩地嘅矛盾咧係冇得解決嘅。咁好啦，咁我哋先即係睇一睇片先啊。公平咁講，某一段時間，我哋香港人都會可能去加拿大啊、美國去生 BB， 咁呢個無可否認嘅咁樣。但係當內地人過嚟，好似剝奪咗我。另外一方面睇法就係內地人落嚟香港，好似剝奪咗我哋一啲嘅 benefit 啊咁樣咯。我覺得有文化上面還是有一些差異的。一種在思想啊、認識啊，還是有一些區別。但是來說的話呢，我覺得都是同是中華民族的炎黃子孫嘛。我覺得有化解空間，企喺對方嘅角度多了解咯，即係兩個嘅一個文化有差異啦，社會制度有少少唔同啦，即係其實係只要你大家互相係多了解一啲，應該冇問題嘅。我覺得就你楚河漢界，大家你有你生活，我有我生活，即係我又唔使理你又落唔到嚟。這麼一個思想上的一個長期的一個不同的環境，造成的這麼一種認同感，那麼要去把它解決的話，要我們更多的做工作和努力。這個不是哪一邊的工作，是雙方都要去積極的努力。呢個係要俾時間同埋政府點樣去 handle， 同埋政府要去喺兩方面都要做一啲動作，去令到大家咧去互相包容咯。
好啦，咁啊片咧就睇完啦，咁我哋先同啲後生仔傾一陣間。你認為可以化解你哋嘅理由係乜嘢呢？我覺得當然可以化解啊！我到香港2年多，快3年了，每一個人對我都很好。然後呢，我的母親還有我的姐姐哥哥來香港的時候呢，他們完全都不會任何一句粵語，走在路上都有人很親切地跟他們說指路。當他們一停下來，打開地圖就有人問你想去哪兒。然後，所以我覺得其實大部分的香港人對於內地人來說都是非常歡迎的，而且都是非常禮貌的。你跟他們講廣州還是講普通話？一開始的時候不會廣東話的時候，然後他們會跟我說英語，因為他們說英語。對，因為他們的普通話也很不好。然後他們開始就跟我說英語，一段時間之後呢，我開始跟他們說廣東話，然後他們開始跟我說普通話了。然後在我們這是香港人的可愛之處。對，只要你講普通話，我哪怕我講得再爛，我也跟你講普通話，就跟我的普通話這麼爛，我也跟你講普通話，對不對？對啊，謝謝你啊。好啦，咁我哋再睇睇咧，即係呢邊咧，邊位係香港本地嘅學生啊？你哋？點解你覺得冇得化解呢？如果要化解嘅話，就係可以係可能政府有啲政策上嘅嘢改變到啦，即係可能對於雙非孕婦啊，唔準過嚟香港生仔。或者可能自由行嘅配額可能每日可以少啲咁樣樣啦。少啲啊，少啲人嚟買嘢嘅喎，生意差咗喎。但係咁你可能有另外一方，即係凡事有兩面，咁唔一定就係差咗咁樣。跟住但係政府會唔會做呢啲咁嘅改變呢啲政策呢？咁啊有保留啦。如果佢真係改咗嘅話，咁只不過喺呢個硬件上改咗。兩個地方嘅文化始終都係唔同，即係可能心入邊都係唔會有。都係唔得。係啦，都係唔得嘅。咁你大個嫁唔嫁內地人呢？唔會。打死唔嫁。就算嫁阿媽都唔俾嫁係咪咧？我都唔會嫁。好，好咁啊！我咧就想請教兩位嘉賓啦，係嘛？咁啊，阿陳文博士啊，首先係嘛咁樣。其實一開頭一件好少嘅事情嚇，咁然後咧大家即係一路越嚟越尖酸刻薄咁樣。咁而家事情行到今日嘅呢一步，你對呢件事情你嘅基本判斷係咩嘢咧？嗰個係兩地之間嗰個制度同埋土地嘅面積唔同，所以就形成咗一個唔能夠互相對流啊！即係話香港人唔會上去內地係生仔或者攞居留嘅，但係內地人咧會落嚟生仔攞居留，因為基本法有佢嘅權利，同埋香港嘅福利制度同個公共服務好過大陸好多咁。咁另外咧就香港人返大陸買嘢個影響唔大，因為大陸國土好遼闊。但係大陸人落嚟香港買嘢就因為佢喺市區度一齊逼，同埋一齊買嘢，跟住令到啲商品啊、鋪頭嘅生態冚唪唥都改變咗，咁嗰個係影響到香港人生活啊！咁所以喺呢種咁嘅衝突咧，其實係過去已經有5-6年㗎啦，即係民間已經每一個人即係個不滿已經積聚咗或多或少都有啦，只不過係近來一啲事情令呢啲憤怨係冚唪唥聚焦起嚟，先至覺得好似忽然間出現，其實即係揾到個導火線。其實已經5-6年嘅，已經5-6年啊！你認為？即係譬如講，你好多人落嚟好逼咁樣樣，但係咧佢亦都帶嚟咗一啲好處啦，即係起碼個市面繁榮啲咁多啊咁樣樣。咁即係你點樣嗰個利弊方面，你點樣去？佢帶嚟嗰個繁榮咧係得益嘅，只不過係一啲連鎖店啦、商場啦，或者賣呢啲奢侈品或者藥房嘅嘢。但係普通市民佢係得益好少嘅。但係普通市民就係要個租要貴咗啦，咁跟住搭車會逼咗啦，咁啊出入又唔方便。咁所以係喺嗰個喺得益嗰度個階層有分別㗎。咁另外就係唔好忘記佢哋落嚟買嘢，中國海關係損失咗關稅嘅。好啦，咁啊黃生咧，你基本個判斷係點咧？對呢個事情行到而家為止咁。行到依家，因為我睇住互聯網裏邊啲人，你譬如話黃松倫咁樣啦，好早已經出現㗎。其實係舊2011年頭一首歌叫《蝗蟲天下》開始。呢個所以睇翻成個流程源流嚟睇，首先第一個要解決問題就係孕婦嘅問題。因為孕婦嘅問題，大家對年青人講好直接嘅。就係你咁辛苦生仔，但係因為你周圍嘅人，可能10個孕婦裏邊有9個係大陸嚟嘅，由中國落嚟嘅。冇，一年1000幾個啫。因為唔係1000幾個，你私家醫院3萬幾個啊。哦，即係公立嗰啲係1000幾個。公立少好多，但係你公立本來就行我位㗎啦，已經。咁你去私立本來想要好啲嘅醫療服務，但係結果就係好多同我講喺私立醫院生嘅，佢哋因為只係照顧大陸人。佢哋本來點解咧？係咪因為大陸人俾錢俾得多咧？俾錢俾得多，當然啦。咁跟住呢班大陸人事前又唔做產前檢查，跟住咧就搞出一大輪問題。
令到嗰啲本地孕婦你今日生仔咁辛苦，你仲要面對呢啲咁嘅問題嗰陣時，你嗰種你聽個孕婦本身以至佢啲朋友親戚嗰種集體憤怒咧，係好容易理解嘅。即係嗰個集體憤怒點解可以累積佢咁大嘅？呢個係其中一個原因。所以雙非孕婦個根本個問題係一定要解決嘅，政府政策。所以咧，我聽兩位嘅講法咧，即係會有一點咧係共同嘅咧，就係嘅，即係認為咧係香港嘅普通市民，即係草根嘅大眾，佢哋嘅利益咧受到損害。冇錯。但係咧呢一種咁樣嘅，即係我哋講嘅咁樣嘅開放嘅形式咧，佢嘅得益咧同呢個草根市民咧係關係唔大。關係唔大，即係佢哋係受其害而不得其利，係咪咁樣嘅意思？咁所以正因為咁樣咧，先至會即係有一種咁樣嘅情緒嘅爆發。冇錯，係嘛？我係想講下我嘅觀點啦，即係我廣州人啦，即係我自己本人同香港人嘅朋友啊、親戚之間，我哋係冇呢一種話嘅，即係咩蝗蟲啊、狗啊，即係我哋冇呢一種咁樣嘅感覺嘅，大家都係一家人。廣州之外嘅再北啲嘅內地咧，咁樣，即係佢哋會唔會除咗話嘅一國兩制嘅嗰個差異之外，仲有一種文化嘅差異，令到咧即係大家之間嗰個碰撞會更加厲害。因為我睇就係個文化差異係北方人嗰種呢幾年啊嗰種不可一世咧，即係唔知香港咁喺台灣啊、新加坡啊，即係佢哋好興咧就係咧點咧？佢哋本來就好多牛雜嘅，廣州其實好啲嘅廣州。即係嗰啲牛雜少啲嘅，但係你去到某啲即係其他省份嗰啲牛雜咧，嗰啲廁所好污糟啊、隨意大便啊呢啲嘅問題咧，就令到啲衝突發生嘅。即係講個文明的衝突啦，變咗係。變咗文明嘅衝突啦，即係無論係香港、台灣定新加坡，全部都爆發嘅一個問題就係大便，即係隨街大小便呢個問題，我唔知點解會搞到咁嘅。其實咧，我想舉個例子嘅就係，琴晚我喺酒店咧睇出唔知秋天的乜乜咁樣樣，咁啊周潤發演嘅。咁啊，佢係一個即係美國嘅移民，即係一個香港人嘅身份去到美國咁樣。咁啊，人哋咧就即係排隊咧，即係去買票啊，睇歌劇啊。哦，咁咧就跟住咧，周潤發咧就砰砰一聲咁樣就即係跳過嗰個欄杆咁樣，即係去兼隊啊咁樣樣。咁其實咧，即係你話嘅由一啲唔同嘅文化、唔同嘅生活習俗造成嘅呢一種，正話你舉嘅呢個例子，即係呢個都係一個好正常嘅事情。但係咧，今次咧佢弊就弊在咧，即係話嘅完全係一種即係大家都失控嘅，我覺得係嗰位教授，佢唔係同你去講嗰啲咩之乎者啊嗰啲咁嘅嘢，而係咧佢直情就係話嘅，你唔講普通話就係狗咁樣。即係香港人咧，依家整個廣告出嚟咁，一整個廣告咧變咗個公共事件啊咁樣樣。我2010年喺新加坡人入咗報寫過類似問題嘅，其實嗰時因為我啲捐因揀新加坡人入咗報原因就係因為我希望大陸人睇到。嗰時係因為台灣佢嗰度即係俾人鬧嗰啲，即係又喺台灣學人哋嗰啲登陸硫磺島嗰啲掛5星旗，有啲習慣搞到台灣人睇到眼都執埋。我順便其實就係表面寫台灣，實際寫香港。嗰時有一個勸告我話：你哋要兼顧你哋嘅國家形象，即係如果你哋出到去咧冇呢個功德嘅話咧，人哋好難睇得起你嘅。講真，但係嗰時我睇翻大陸嘅互聯網嘅論壇，我俾人鬧到七彩，又話點解咧？佢哋覺得冇問題啊！佢哋話又話個英國狗啊，因為嗰時我標明話作者是居港英籍時事評論員，咁我係英國籍，咁就變咗你英國狗。係啊。OK， 咁啊想請下即係陳文博士啦，係嘛嗱咁樣係。咁你覺得咧，即係呢件事情咧行到今時今日咁樣，而家收到嘅嘢我都係覺得係好負面嘅，好多嘅改變咧，亦都好似係冇乜太大嘅可能性咁樣樣，只能夠慢慢一步一步行，係嘛？即係你話政府做嘢，咁政府佢可以做嘅嘢好少啫，都唔係好多啫，係嘛嗱？政府可以做好多嘢。可以做好多嘢，但係佢都唔可以即刻改變啊嘛。可以即刻改變。係嘛？可以即刻改變。咁你講下政府可以做乜先啦？即係譬如話個問題係。譬如中港之間嗰啲人或者族群之間嘅風俗習慣啊，係唔同嘅，呢個冇辦法。政府改變唔到。但係可以改變到嘅就係譬如佢雙非孕婦唔準佢入境啦。
咁嗰個起碼喺落嚟搶福利嗰個負面印象已經冇咗。咁另外自由行嗰個限制嘅配額啦，即係限制佢同香港嗰個風俗文明接近嘅地區落嚟，咁人數少一啲，人數少一啲時候容易互相遷就，或者互相係學習點樣尊重對方。人數大嘅時候咧就難搞㗎啦，就係啲人一見篤眼篤鼻都係講普通話嘅人就好難逐個去睇，就一大班人好似好恐怖咁樣。如果係只係見到幾個咁就客氣啲嘅，和氣啲嘅，真係同意識形態啲冇乜關係嘅。冇，因為都唔係，我都係即係你等於蘇聯以前蘇聯嘅遊客，如果佢幾廿個嚟係冇問題嘅，但係如果你幾萬個嚟咧，一定一樣。嗱，我想同你舉個例子喺廣州嗰個外省嗰啲人咧，即係喺地鐵上邊細路仔喺度屙屎屙尿啊咁，即係其實都係類似咁樣嘅嘢啦，仲慘過喺地鐵食嘢啦，係咪嗱？即係又係鬧，只不過咧。廣州嗰啲人咧，佢即係同嗰啲外地人嗰啲不相容嘅地方咧，係喺生活習俗上邊，因為佢冇嗰個一國兩制嘅問題。其實咧，佢面臨嘅問題其實都係一樣嘅，可以講係。咁但係咧，即係話嘅我將呢個問題推得極端一啲咁多講。如果而家我哋將時間咧推翻去70年代，直情就係一河兩岸，咁樣會唔會好啲咧？當時都有交流嘅，就只不過當時嘅殖民政府佢係有權係限制出入境。即係我哋唔係講殖民嗰啲，一陣間又俾人捉住一下嗱。冇所謂。即係冇問題。即係如果係實行一種徹底嘅一種分離，你唔好過嚟，佢唔好過去。即係除咗所謂正常嘅一啲即係商業貿易啊嗰類咁樣嘅之外，即係自由行停咗佢，自駕遊停咗佢，係嘛？雙非孕婦停埋佢咁樣，咁會點咧？雙非孕婦要停嘅，自駕遊都要停，但係自由行互相商務嘅往來旅遊往來係唔應該停嘅。我比陳雲極端嘅，我覺得自由行都可以停。停咗香港會失去咩嘢咧？我覺得冇乜失去，因為依家自由行嚟嘅遊客最主要嚟買嘢，買嘢益咗咩咧？第一地產商，第二其實係歐洲嘅名牌商。我哋唔係幫歐盟賺錢噶嘛，係咪先？既然我哋唔係幫歐盟賺錢，亦都唔係幫地產商打工，咁點解要保留呢個自由行呢 ？OK， 咁我就聽聽呢個觀眾嘅意見先嚇。其實我覺得解救的方式其實是我們相互的一種互動。假如說剛才這位先生說到中國人應該去中國內陸人應該去反省一下我們的行為，那其實香港人作為文明人來說，我們應該互相尊重。那麼在這樣的一個場合，當然非常的。覺得真的是很受尊重。這位先生穿得那麼冠冕堂皇，但是你應該注意一點細節。你在指責別人的時候，其實反省一下，看看自己的襪子是不是應該跟旁邊那位陳教授應該換一換，會不會更合適一點？我覺得這細節是我們都需要去注意的。包括那位女士剛剛說到，她不會去考慮這個中國大陸的男生，其實沒有關係，這完全只是一些個人的一些偏好而已。就好像北大那位說香港人是狗的那位教授一樣，這只是個人偏好。但是如果說我們把這個作為一個群體事件，作為一個種族的事件去拋到網上去，拋到報紙上去謾罵，其實沒有任何意義的。你講嘅觀點咧，我一樣嘢咧，我係贊成就係咩咧？即係個人嘅嘢，唔好將佢變成一個咧公共事件。呢個唔知啊，陳教授孔慶東事件我完全唔發嬲過，因為佢係學者嘅言論自由度係寬一啲嘅。即使佢係有歧視，但係我覺得佢你覺得歧視，甚至係即係呢一種侮辱性嘅都係因為佢係基於歷史，基於佢嘅歷史哲學判斷，覺得香港人由於係跟隨住殖民地嘅統治，所以係殖民地嘅走狗。呢個係佢嘅歷史哲學嘅判斷嚟。即係佢有佢嘅邏輯，我尊重嘅呢個。OK，所以我冇鬧佢嘅。收到。係咁啊，反方呢邊嚇，咁正話咧，我就提咗個極端嘅講法，乾脆倒退翻70年代，即係你哋冚唪唥未出世嘅嗰時候，係嘛？即係全部咧，即係算啦，封翻香港咁樣，係咪一個解決嘅辦法咧？我覺得是很愚蠢而且可悲的。為什麼？因為這樣講，我們現在在中國大陸作為一個東亞以及在世界範圍內完全不可忽視的一個巨大經濟體成長起來，香港作為一個國際城市，居然還有像剛才那位黃先生這樣持這種我們就固步自封，作為一個小漁村，這樣我們好好的自供自己這樣的思想的人還在，這也是我為什麼會到現在還有這種悲觀的這種觀點的原因，因為我想到有這樣的先生在香港大量的存在，我覺得兩邊的矛盾無法化解。然後還有就是剛才想對這個黃先生另外一個觀點，就是他剛才講了你素質很差，出國人家會看不起你的嗎？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普遍在香港的一個論調，就是
大陸孕婦為什麼要來香港生產呢？因為他們素質差，想佔便宜。為什麼大陸人要來香港，一窩蜂的買奶粉、買日用品呢？因為他們素質差，要佔便宜。這樣子論明明是當權者在資源分配上顯露出了無能，顯露出了他們的淺薄，你就要把它歸咎於跟你一樣的普通民眾的素質差，這能是一個解釋嗎？我覺得完全不可行的。好，謝謝。這個聽完你的這個觀點之後呢，我終於感到呢。拉騎咁麻煩，即係我終於感到咧，就都會原來我一開始又有啲信心，而家開始又有啲悲觀，就覺得真係冇得掹。我嘅睇法係點？你睇翻一個歷史，1965年8月9號，點解馬來西亞決定驅逐新加坡？一個好大原因就係因為新加坡人同馬來人嘅個基本理念、習慣唔同。當時東姑拉曼嘅講法就係、為免被發生大家衝突，大家繼續有兄弟做，不如分開啦。當時李光耀喊為了做兄弟而分開。咁其實咧，即係阿陳博士咧，我想同你請教咧，即係如果取消咗呢個雙非孕婦，咁又有咩難處咧？對於政府嚟講，冇難處嘅，佢只不過係第時個移民政策就用其他方法審批，就唔用呢個境外人士入嚟生仔嘅方式嚟到吸納新移民啫嘛，即係改變嗰個移民政策啫嘛。咁你覺得係一個即係純粹嘅即係技術手段，一個即係技術性嘅政策問題，定係一個政治問題咧？其實佢係當然基本法係寫咗咁樣，咁係唔符合嗰個兩地交流嘅需要，咁因為香港頂唔住咁多人落嚟，咁所以要修改基本法，咁呢個係政治問題啦，或者係法理上嘅問題。但係技術上嘅問題就係好易解決嘅，就真係封住佢，唔好落嚟。其餘嗰啲要落嚟之類咧，就向即係兩地溝通好個配額幾多，香港嘅審批權喺邊，跟住再落嚟，咁啊有秩序好多。即係你係覺得需要有一個即係類似聽證咁樣嘅程序，去即係廣泛徵求咧嗰個公眾對呢個問題嘅睇法。冇錯，你因為你公眾你點樣睇？譬如邊啲人可以落嚟，邊啲人唔可以落嚟？依個係要付諸公決嘅，即係我唔係話指公投啊，係你大家能夠喺立法會傾得清清楚楚。點解話我一向都會傾向就係修改基本法，而唔係釋人大釋法咧？因為人大常委釋法，你香港人係冇辦法開會，冇辦法聽意見嘅，佢純粹北京自己做決定嘅。但係你基本法你一定要過立法會噶嘛，過立法會3分2嗰時，你有一個法案委員會，咁你大家去表達意見，邊啲得，邊啲唔得，邊啲應該做，邊啲唔應該做，成件事清清楚楚，你就變咗就係香港同大陸都有個共識，而唔係話只係一方面説了算，咁樣係文明好多，亦都減少日後嘅無謂衝突。咁啊講到咧呢個雙非嘅問題咧，我哋呢一個年紀人咧，就首先諗到咩咧？其實即係我係諗到咧篤卒，唔知你知唔知呢個詞？過河篤卒。你知呢個詞啊？篤卒就係咧，即係上世紀咧70年代嗰陣時候啊，即係為咗攞個香港嘅即係香港戶口咧，通俗啲嚟講，真係咧即係偷渡。當然而家咧即係即係開放咗啦，咁但係攞個香港身份咧，亦都唔係一件咁容易嘅事情。咁所以咧，我亦都睇到啲評論咧，即係內地咧就話嘅咧，實際上呢個雙非孕婦問題咧，係即係一小部分嘅人去捐咗咧呢個一國兩制嘅空子。即係唔單止係，即係表面上睇嚟就係個床位問題啊，即係醫療資源嘅問題。其實後邊仲有一橛㗎嘛，佢嚟到你俾身份俾佢，係嘛？咁跟住佢要享受呢度嘅社會福利嚇等等一系列咁樣嘅問題咁樣樣。我係想即係我哋做一個小測試啦，好唔好啊？同意取消雙非孕婦赴港產子嘅請舉手，正方呢邊取消，唔俾佢嚟，個個都唔同意喎。我呢邊反方嘅。1、2、3、4、5、6、7、8、9個人同意。OK， 咁我就聽聽呢個觀眾嘅意見先嚇。譬如雙非孕婦咁樣啦，呢個已經唔係淨係人口多唔多嘅問題，係佢哋可能嚟咗生仔之後，可能唔會喺香港度住，但係你唔會知道佢哋有邊一日突然之間一大堆翻嚟香港，政府未必有咁快嘅政策可以去。即係有咁嘅配套去管理翻佢哋。你亦都強調政府。喂，係得。其實我覺得香港唔係咁細㗎。香港唔係咁細？唔係，係一個好細嘅地方，但係仲有好大嘅空間咯。仲有好大空間。大陸嚟嘅遊客都係去尖沙咀買嘢，佢哋唔會去上水，唔會去天水圍買嘢。如果你去天水圍喺一個新嘅 shopping mall。
咁樣香港人都去尖沙咀啦，遊客去天水圍啦，咁樣矛盾就唔會有啦。啊，中間呢位哥哥着黃衫呢位，你係咪香港人啊？我土生土長香港人嚟嘅。土生土長香港人，咁你睇法？頭先嗰位先生我唔同意。邊位先？頭先發言嗰位先生。你同埋一派嘅喎，你哋。我都係最近先知嘅。哦，OK，朋友食飯。你講。咁我朋友住喺調景嶺嘅。嚇。咁佢同我講話農曆新年嗰陣時候咧，就一啲見到好多講普通話嘅朋友，就喺嗰啲屋村嘅超級市場嗰度狂掃呢個布蘭地嚇，佢就話掃到成個櫃咧都冇晒嘅。咁誇張？係啊嚇。咁所以就話你話係咪淨係遊客，淨係去一啲銅鑼灣啊、尖沙咀啊呢啲咁嘅地方咧？咁我朋友話俾我知咧，係唔係必然嘅？普通嘅屋村商場啊，我聽翻嚟嘅嘢就係話，根本都已經係有大陸嘅講普通話嘅朋友咧嚟到去買奶粉啊、去買酒啊，即係咁嘅情況出現咯。咁確實係影響到普羅市民嘅日常生活㗎。聽到你哋幾位嘅描述啦，即係我諗到個場景就好似真係你哋話齋好似蝗蟲咁啊，一群群已經飛晒落去。其實你睇我個樣似唔似蝗蟲啊？你話唔多似啊？嗬，係。OK， 咁我聽聽正方嘅意見好唔好？嚇。咁首先係孕婦嗰方面啦。咁其實我家姐已經係護士嚟嘅。咁其實護士嘅角度、醫護人員嘅角度，你入得嚟就係 patient， 佢就係要服侍你，唔理你係咪大陸人又好點都好，佢都係鬥一份人工啫。佢唔會話你大陸人我服侍你好啲，佢點會啫？佢都係鬥咁多人工嘅啫嘛。即係你始終，而且啲人嚟香港咁樣，我都有大陸親戚嚟香港生仔。但係佢嘅説話咧就係話，因為大陸咧要一孩政策，佢驗到嗰個係女，佢就嚟香港生咗個女先，咁佢咧就帶翻去大陸養，就生翻個仔。但係佢就話：我唔會帶個香港，即係我唔會帶個女落嚟生，即係落嚟生活嘅，因為佢自己又落唔到嚟。即係佢就係即係逃避一個一孩政策嗰度啫。係啦。哦。咁而且佢拎得起10幾20萬，OK 30萬咁樣嚟你個私家醫院嗰度生，佢唔使同你爭好多嘅 benefit， 佢自己本身都好有錢。咁而且你話我買嘢嗰啲，咁你話買嘢係商鋪嗰啲人得益，咁但係商鋪都要交稅，交稅俾你香港政府，咁你自然就係多咗錢啦。你都有派翻6000蚊俾啲香港人，唔係話冇得益咯。其實你呢個果仔係啊？我睇個統計數字，其實就係講緊大部分嘅雙非孕婦啊，其實佢哋係大概有90%，佢哋經實正常程序去攞我哋香港床位。咁點解佢哋可以經正常程序？即係政府容許。咁你因為香港你根本就係國際都市嚟㗎嘛。我哋如果咁為我哋一個國際化嘅都市係咁驕傲嘅話，咁點解今日我哋亦歡迎外國人嚟，但係對於內地人就要保持住一個咁忌諱嘅態度呢？技術上我贊成要管制，但係我覺得唔應該將個思維去到咁極端，就係將佢哋嚟視為一個威脅。好啦，咁啊睇下你點樣回應㗎啦。有關嗰個資源嘅問題，大家發現喺急症室依家出現好多叫搶閘，即係點啊？衝閘生仔。係。衝閘生仔就係咧，即係去到臨到最後一刻衝入嘅急症室，然後咧就話去生。呢個搞到好多醫護人員，好多醫護人員都投訴㗎。呢個影響佢哋救治真係要急症嘅人。即係仲係嗰個資源嘅侵佔問題，即係永遠仲係一個資源爭奪嘅問題。係啊。係啦，咁誒就陳博士咧，你覺得即係呢個雙非孕婦呢個問題啊，最後嗰個解決，即係個理想狀態會係？最後要修改基本法，同埋係將香港嘅移民係唔需要依靠內地人落嚟生仔而補充，係要用其他方法嚟審批，因為咧內地人嘅數量太大，同埋咧我哋香港嘅稅制咧係以在地納稅嘅，即係佢返咗大陸做嘢之後咧，佢係唔需要交香港稅。但係如果佢有危難、有醫療問題或者內地嘅經濟失衡，佢要整批落嚟香港嘅時候，香港係負責嘅福利。但係佢喺內地嘅工作嘅收入嘅唔需要交稅俾香港嘅，咁所以呢啲係衝突嚟嘅。譬如如果加拿大嗰啲嘅海外工作嘅國民或者之類，佢係要交稅俾加拿大，咁佢可以享受福利咁冇問題。但係香港佢返咗大陸之後就收唔到個稅，但係佢有福利嘅時候佢要翻嚟，所以呢個係會失衡嘅，即係長久以往香港係會唔掂嘅，即係呢啲係好嚴峻嘅公共政策問題嚟嘅。咁我哋而家進入另外一個環節，咁啊即係玩下遊戲先係嘛，即係辯論太激烈都唔好。
咁啊，首先咧請兩位嘉賓咧轉下個輪盤，因為輪盤裏邊咧就會有個公仔啊，唔同嘅公仔，唔同嘅公仔代表唔同嘅話題。譬如講啦，呢一個咁樣係一個即係紅白藍世界名牌，大家可能會有好多想像係嘛？咁啊，呢一個咧就係騎膊馬啦嚇，邊個係老豆邊個係仔咧咁樣啊？呢個一口井啦嚇，一口井咧我哋首先會聯想到井水不犯河水嚇，即係有請阿陳博士你轉下。好啊。老豆與仔嘅關係，請阿陳博士嚟闡述一下。同一個國家好難分誰是父誰是子，一旦牽涉呢啲嘢係好難客觀咁處理問題嘅。北大嗰個教授咧，佢話係某些香港人啦，係殖民主義嘅走狗。你嘅舊老豆係殖民主義，佢又教咗呢班咁樣嘅衰仔出嚟，即係嗰個舊老豆走咗啦。依家咧，我係你嘅新老豆，點知你班友咧連普通話都唔講咁樣？即係佢個邏輯係咁樣樣嘅喎，咁你點回應佢咧？無論英國或者係中共都唔係香港人嘅老豆，香港人係一般嘅公民，係個性獨立、人權獨立嘅公民。OK， 咁啊呢個問題咧，亦都想請即係阿黃世澤先生個牌交過俾你嘅，即係關於老豆同仔嘅問題。對我嚟講咧，就冇所謂老豆同仔嘅香港，因為而家呢個老豆同仔論述咧，背後一個天朝論述嚟嘅。即係天朝論述，你認為係？即係佢覺得自己老豆就係我係天朝，我係宗主國，所以你就要聽我嘅。呢種咁嘅論述係好差㗎，講真。呢個令到中國喺好多地方嘅關係上咧焦頭爛額，特別對台灣又好，對香港又好，甚至對西藏都好啊。點解咁焦頭爛額啫？就係覺得你一定要聽我，我大晒。即係站喺我對內地嘅一啲人嘅嗰種了解嘅角度咧。咁我亦都會覺得，即係假如我哋今日嘅呢個節目咧擺上網咧，人哋一定有人鬧你咩咧？港獨，你信唔信啊？嗱，咁人哋會問，到底你想做乜嘢？你係咪想搞港獨咁樣樣？咁呢一樣你點回應？想搞民主，想搞民主。OK， 我問下細路仔先嚇。我覺得我是中國人，在座的所有的人都是中國人。然後剛才說，香港跟中國的關係，我覺得其實不是父與子的關係。我現在認為香港其實已經是大陸的一部分了，而大陸現在是什麼？我覺得是老虎。香港應該做什麼？做翅膀。我們應該結合在一起，如虎添翼，走向國際社會。同唔同意佢講法？你哋有冇香港嘅同學同意？你香港同學係嘛？點解你同意佢呢番講法咧？大家都係中國人啊嘛，冇必要將佢大家分離嚟睇噶嘛。即係好似有啲人咁樣將自己係獨立於中華民族之外嚟睇翻自己民族嘅話，其實都無助呢個解決問題喎。OK， 咁啊，多謝你哋嘅意見先啦，睇下反方呢邊先。站喺香港嘅呢個角度咧，即係有冇父與子呢個關係喺裏邊咧？會唔會係嘅？即係香港人有香港人嘅優越感，而內地人有內地人嘅優越感。個個都認為咧，即係對方係劣等嘅嚇，咁所以咧，即係一講到父與子嘅呢個問題嘅時候咧，大家就唔接受啦咁樣，有冇咁嘅情形咧？其實我覺得實際上唔應該有父與子嘅，咁但係而家存在咯。咁我覺得如果應該嘅話，我覺得係應該即係好似中央政府應該係有民主嗰個制度，而唔應該係聽從晒中央政府講咩，香港就應該做咩咁樣。即係你唔希望佢係你嘅老豆喺度指生晒。係啦，即係我覺得係應該係互相去學習大家嘅優點嘅，但係我覺得而家就反而係中央政府就好似左右晒香港嘅政策咁樣，而導致好多時候就會因為中共有啲唔滿意啊，或者即係譬如雙非咁樣啦，咁你因為可能中央政府覺得你應該要接受我哋嘅嚟落嚟生仔個，因為你都係我哋嘅你都係我哋領土，咁但係以香港嘅人嘅角度嚟睇，就係覺得咁你會爭咗我哋嘅資產嘅喎，咁其實我覺得就以而家係呢個父與子嘅關係咯。OK， 收到，唔該晒。請阿黃世澤先生到你揀話題，轉個轉盤。好，肯定個井啦，對住你啦。係啊，河水不犯井水，其實可能係依家中港關係最佳嘅解決方案。即係喺香港嘅外政問題上面咧，其實最好中央政府咧，應該俾香港充分自主，特別係入境權。入境權呢個係一個好關鍵嘅問題，以至香港嗰個整體嘅規劃發展啊，因為你依家見到嘅，你所謂環珠三角啊嗰啲咁嘅規劃發展啊，自駕遊，
佢最終嘅目的就係想將香港變成一個佢中國整體規劃嘅一部分。因為甚至好似頭先各位觀眾講啊，就係話一個要如虎添翼啊嚇。但係事實上，香港同中國之間嘅嗰個文化風俗差異好大。特別你唔係話所有香港人都係中國人嚟嘅，有部分香港人好似我係一個英國國籍嘅人，或者有部分譬如印度裔嘅人，好多其實都係揸英國國籍、印度國籍。一個咁多唔同種族、唔同國籍嘅人住喺度嘅地方，你點可以話所有香港人都是中國人呢？呢個變咗有種族主義成分啊！呢個亦都對香港唔好，亦都唔係一個國際大都會應該有嘅睇法。反而就係你話河水不犯井，令到香港用翻佢自己原有嘅方式繼續咁樣行落去，呢個就所謂一國兩制高度自治嘅真正精神啊嘛。因為如果你呢個一國兩制高度自治嘅精神你冇辦法維持落去嘅，你一定要將香港吸納入去嘅。你見到其實反而咧做唔到嗰個中港之間個真正嘅利益，即係你做唔到個，因為有好多時咧相見好同住難啊。咁點解唔俾一條界線咧？即係呢個歷史上好多例子嘅，我亦都唔同福啊。OK， 咁啊，陳博士咧，即係河水不犯井水咧，正話即係呢個黃生已經有個咁嘅表述啦，係嘛嗱？我就覺得係同飲一口井。同飲一口井。因為香港嗰個國際社會啦，同埋呢度嘅典章制度係香港人有份，咁成個中國嘅人都有份，所以大家係要珍惜呢一度嘅制度建設，同埋係嗰個文明嘅程度，或者係國際開放嘅程度，大家好審慎咁樣用，大家一齊用。咁如果過分咁用，同埋唔遵守秩序，或者係嗰個唔受失去控制咁樣用咧，係會搞壞個井水嘅水源，結果大家冇得飲嘅。我明白。其實咧就即係我哋成日講呢一句説話咧，古語啦，叫做即係係和而不同。咁但係咧就喺具體討論問題嘅時候咧，有人可能會睇重和，有人咧可能會睇重咧不同嚇。咁啊即係亦都等於咧一國兩制。有人咧可能會睇重兩制，有人咧就可能會偏執於咧呢個一國咁樣樣嚇。咁啊，即係變咗係一個睇問題嘅一個觀點與角度嘅問題咧，係唔同嘅咁樣。咁啊，我亦都想咧，即係透過一個大家用腳嚟投票，好嘛？好。咁啊，即係聽過大家咁多嘅呢個討論之後咧，咁樣啊，咁啊，大家有冇一啲觀點上你可以改變你嘅睇法？呢個哥哥仔改變咗，所以我要想請你講下。剛剛聽完兩位嘉賓的論述，我覺得心情開始越來越down，然後覺得越來越悲觀了。這完全不關乎於什麼 handle 我們的孕婦的 quota 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問題，這些都是其次的，這些都是其次的。如果我們不把種族問題說啊，一天到晚有一小撮人在那裡喊着我們是香港人，我們要排斥大陸人，我覺得這個問題永遠都沒有辦法解決。所以開始慢慢覺得悲觀了。我哋點樣能夠將呢個所謂狗嘅問題、蝗蟲嘅問題嚇，呢個內地啊，呢個即係中港嘅呢個矛盾嘅問題咧，我哋有冇辦法嚇？好似咧即係切片咁樣樣，將佢分開唔同嘅一個層面嚇，技術層面嘅嘢，技術手段去處理；利益層面嘅嘢咧，喺利益嘅呢個分配啊，呢個政策方面啊，行政方面點樣重新去進行一個分配咁樣。咁然後咧喺文化方面咧，我哋可以透過一個交融交流嚇，咁啊即係雙方大家多啲去了解咁樣嚟解決。咁最後咧就係話嘅咧情緒嘅問題，情緒嘅問題咧，以我個人嘅希望咧，我係唔希望喺呢一個問題上邊咧有任何嘅情緒。咁啊，即係你話蝗蟲都好啦，係嘛嗱咁。即係如果係以我哋廣州人咧，你話邊個廣州人係蝗蟲，我諗啲人唔會同你真係嬲到邊度去嘅，得啖笑嘅都係。咁但係一有情緒嘅對抗對立嘅時候咧，咁樣咁咧即係其實咧我都會站喺你。如果我係你，我都會坐喺呢個位度。我覺得咧即係破鏡重圓啊，始終係一個傳說。多謝大家參加我哋今日嘅節目嚇。咁呢度咧就係放馬過嚟，多謝晒，多謝兩位嘉賓。